你攞啊！唔該晒。諾貝爾獎提名作家林語堂講過：人終其一生，無非係喺度不斷探知自己嘅人生，到底應該要有啲乜嘢嘅意義？人只係活一次，要珍惜我哋嘅生命。冇錯，我哋難免會犯錯，將事情搞禍。我哋冇辦法改變自己嘅過去，但我哋可以對未來作出正確嘅決定。一切都仲未遲，我哋可以作出改變，活得有意義、有價值。咁就係上帝希望我哋過嘅生活。拜拜。拜拜，再見啦，下次再嚟喎。拜拜。拜拜，拜拜。下次見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買樓先，買比特幣。keep 好啲身材，而家減肥好難噶。希望可以記住以前嘅中獎號碼，讀好啲書咯。我會刮自己一巴，如果可以刮醒自己咁就好啦。啊，唔好再返體育學院，太辛苦啦。應該係好好咁樣讀書，唔好咁貪玩啦。唔好為食，咁就唔會生咁多暗瘡，又唔會咁肥咯。我好想，例如係好想畫畫或者係跳舞，呢啲都係我細個嗰陣冇學過㗎。保養得好啲，係因為個黑眼圈係唔會消失㗎。咪嘥晒啲時間，然後要盡快去認識乜嘢叫做自己嘅世界。我會同自己講，跌低咗，企起身，受咗傷，唔好喊，只有自己先至幫到自己，其他人。使徒保羅喺聖經度咁講，所以弟兄們，我以上帝嘅慈悲勸你哋，將身體獻上，當作活祭，係聖潔嘅，係上帝所喜悅嘅。你哋咁侍奉係理所當然嘅。唔好效法呢個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作出變化，等你哋察驗乜嘢係上帝嘅善良、純全、好喜悅嘅旨意。保羅嘅意思，要我哋同過去講再見。我哋唔好俾呢個世界牽住個鼻走。呢個世界所指嘅係人因為唔信上帝墮落而扭曲嘅價值觀。呢句話喺原文希臘文係被動式，意思就係唔好俾呢個世界將你塞入去佢個帽度。換句話講，要敢於唔同。幻想下咁樣嘅處境，喺一個朝早，一個小區嘅保安當緊班，佢見到一個踩住單車嘅老婆婆跌喺地下，喺佢想過去幫手嗰陣，忽然見到個細路女喺樹上邊，喊住同佢講：叔叔，救我隻貓啊！同時間，佢聽到一個女人大嗌：搶嘢啊，搶嘢啊！喺冇幾遠，仲有兩個男人打緊交添。其中一個人手上甚至仲拎住支棒球棍，更弊嘅係有個白夜公唔知道自己就快跌入坑渠度，弊啦！有咁多問題，呢個保安應該點做好呢？佢除低制服，即刻走人。我哋每日都會遇到各種嘅壓力，冇辦法面對嘅時候，難免想逃避。想俾自己過得輕鬆啲，但係上帝嘅呼召係要我哋與眾不同。與眾不同唔係話行為怪異，或者係講一啲深奧難明嘅宗教術語，而係我哋唔需要為咗迎合討好其他人，令到失去咗自己，或者係隨波逐流，一味咁追求自私嘅慾望。暫時冇啊。有，每個人都有。有啊，我有社交恐懼。依家我覺得又冇咩壓力喎。有，我覺得都有幾大嘅壓力㗎。你咁講，肯定會有啦，肯定會有啊。人多都會令我有壓力，太嘈亦都會令我有壓力。冇啊冇啊冇啊！我性格開朗又中意笑，所以我好容易融入社會嘅。我覺得每個人都有另外一面，只係外表好陽光開朗。我覺得我每日都好想
好想去討好其他人，所以我要去扮演其他人期望我係個點嘅人，嗰個並唔係真正嘅我。我而家好似睇通晒呢個世界咁，我知道存在嘅意義同價值，同埋喺呢個世界上嘅使命係乜嘢。啲壓力好普通啫，你出嚟社會應該做啲乜嘢？點樣做？做呢啲嘢對社會、對屋企人有啲乜嘢貢獻？有啲人好驚改變，因為佢一定要改變已經習慣嘅生活方式。你會嚟啟發，或者係因為你睇到信咗耶穌嘅朋友或者家人嘅改變，佢哋嘅生命散發出一種吸引力，而你想揾出原因。但係同時你又猶豫，我真係想變成咁樣咩？我會唔會咁樣失去啲乜嘢呢？放心。上帝並唔會要你抌低美好嘅嘢，佢希望你擁有豐盛嘅人生。佢只係要你抌低生命當中嘅垃圾，咁樣你先能夠得到佢為你預備嘅寶物。最大嘅寶物就係能夠領受同埋付出真摯嘅愛，但係我哋太過唔習慣咁樣做。詩人徐志摩講過，由於我哋過於習慣喺其他人面前戴面具，所以最後導致喺自己面前偽裝自己。我哋喺生活裏面唔想人哋睇到我哋真實脆弱嘅一面，通常都會戴上面具。對人嘅唔信任，令到我哋同人嘅關係都係停留喺膚淺嘅層面。喺社交媒體入面更加係咁樣，大多數人都唔會將自己最醜嘅相放上去，而係將自己最美好嘅一面展示俾人睇，講俾全世界聽自己嘅日子過得幾咁精彩，而唔係幾悲慘。最後就好似徐志摩咁樣講，自己都唔記得自己面上嘅面具，咁樣係何等嘅悲哀。好消息係，上帝知道我哋黑暗嘅一面，佢依然接受我哋。就算我哋再唔完美，喺佢嘅眼中都係珍貴嘅。當你認識到上帝係照住你嘅本相愛你嗰陣，你就可以卸下面具，做最真實嘅自己。保羅喺聖經寫過，愛人不可虛假，指嘅就係唔戴住面具嘅愛。咁就係蒙神所愛嘅意義，接受咗真實嘅自己，先至可以同其他人建立美好嘅關係。喺啟發小組，你可以睇到好多人慢慢除低自己嘅面具。我哋總係想靠住自己嘅強勢贏得人哋嘅尊重，但坦然暴露自己嘅軟弱，反而會贏到真摯嘅友誼。只有除低面具之後，我哋先至建立到真摯美好嘅關係。真摯嘅愛意味住愛人唔虛假，無論喺乜嘢嘅情況下，我哋都能始終如一，正直、誠信、尊重他人，彼此相愛。真摯嘅愛係付出，係給予，而唔係索取。喺生活嘅每一個層面都會係咁，包括我哋嘅性生活。有一個爸爸決定同佢14歲嘅仔仔傾下性教育。佢約咗個仔去一間冇咩人嘅咖啡室，佢深深吸一啖氣，認真咁同個仔講：仔啊仔，我今日要同你傾一個好嚴肅嘅課題，就係性。個仔呆咗一呆，亦深深吸一口氣，然後佢話：好啊，你想知啲咩啊？其實性係上帝所賜俾我哋，最了解性嘅就係上帝。性係佢賜俾我哋嘅一份美好嘅禮物。逾越係上帝而唔係魔鬼所做嘅。魔鬼嘅工作係扭曲同埋破壞上帝美好嘅創造。睇翻聖經講，性係美好嘅。聖經中有一本書叫雅歌，就係描述愛同性所帶嚟嘅滿足。可惜，就算係美好嘅事物，一旦被濫用，就變得醜陋。所以上帝作為創造者
同設計師，佢自己話俾我哋知要點樣享受呢一份禮物。佢同我哋講，性唯有喺男女真摯嘅婚姻關係中，先係最美好嘅。聖經係咁樣講嘅，因此人要離開父母，同妻子結合，二人成為一體。換句話講，婚姻令兩個人公開咁表明離開父母，同對方結合，成為一體。喺聖經原文嘅意思係被黏埋一齊。婚姻係夫妻喺肉體、生理、情感、精神、靈性，以至社會等等各層面結合起嚟。婚姻係終生嘅，只有喺婚姻嘅保護下，我哋先能夠自由咁享受性嘅樂趣同美好。聖經對性所持有嘅觀點可以話係最正面嘅，而且亦係最浪漫美好嘅。有咁美好嘅禮物，如果係冇按照設計者嘅方式嚟使用，佢所帶嚟嘅唔係幸福，而係傷害。等我哋好好咁按照上帝嘅心意嚟享受佢。我細個喺長輩眼入面係個乖仔，而且我仲係讀名校，唔會有咩人會懷疑或者覺得我係唔乖㗎咯。但係我內心隱藏住一個秘密，我唔敢同人哋講。高中嘅時候，我開始面對住功課同人際嘅一啲壓力，我冇辦法去克服面對呢一啲壓力同痛苦，於是智慧呢一樣嘢就越嚟越深，越嚟越沉溺。我花咗好多嘅時間喺呢一件事上面。我爸爸同我講：喂，去讀書。咁我就知道，我要入房啦，跟住就可以自慰。對自己嘅行為覺得好羞愧，我亦對自己覺得好失望。我覺得自己嘅人生係冇價值同目的。但係我諗起我朋友曾經同我講過一段說話，佢話上帝係為咗愛我哋而創造我哋。我諗如果我係被創造嘅，咁我嘅生命一定有一個意義，而我想去揾出呢一個意義。我開始更渴望，就係喺祈禱嘅時候，我希望可以聽到上帝嘅聲音。喺一次聚會度，我一直同上帝祈禱話：上帝啊，同我講嘢啊，同我講嘢。上帝就突然以我爸爸嘅形象喺我腦海裏面出現咗，然後我開始感覺到非常大嘅愛同接納，我開始不停咁狂喊。當時我係感覺到自己係非常之羞愧，同埋唔配得到咁樣嘅愛，但係佢竟然仲愛我。上帝幫助我去睇清楚我嘅壓力來源喺邊一度，然後我就大概知道點樣處理呢啲壓力。我已經唔喺嗰個捆綁裏邊，我唔再俾呢一啲嘢困住。多謝上帝賜俾我一段美滿嘅婚姻，佢賜俾我一個最有智慧嘅太太，然後仲有超級可愛嘅囡囡。我非常感謝上帝俾我一個全新嘅人生，開始了解咩係愛，開始了解咩係接納，令我可以去愛身邊嘅人同接納身邊嘅人。我可以感受到佢嘅愛，甚至係我都可以接納過去嗰個羞愧不堪嘅自己。上帝非常之愛你，耶穌甚至為你死，為咗要令你嘅罪得到赦免，無論你過去犯過乜嘢罪，都能夠得到寬恕；無論你受過乜嘢傷害，亦都能夠得到醫治。創造萬有嘅上帝要再造你嘅生命，令你有全新嘅開始。只要你願意，今日就可以係一個新嘅開始，咁就係真摯嘅愛。我哋講過真摯嘅愛，除咗領受，仲有付出。
包括咗我哋對上帝嘅熱愛。呢份愛係透過服侍表達出嚟嘅。羅馬書12章11節咁寫：殷勤不可懶惰，要心裏火熱，常常服侍主。我哋能夠喺短暫嘅人生裏面做有永恆價值嘅事，係幾咁好呢？所以我哋要長久保持咁樣嘅熱情。聖經講到要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，即係將我哋嘅生命每一個層面完全獻俾上帝，包括埋我哋嘅未來、財富、計劃同時間。當一個人信靠耶穌嗰陣，佢生活嘅重心就會改變，關係成為佢最睇重嘅事，包括咗人同人嘅關係以及人同上帝嘅關係。一旦我哋經歷到耶穌嘅愛，就會明白愛係最重要嘅。所以有好多基督徒都會花時間讀經、祈禱、同上帝交流，同佢建立密切嘅關係。將時間投資喺友誼上，亦都好重要。但我哋唔能夠單靠自己完成呢件事。啟發就係一個可以俾大家定期見面嘅平台，仲有主日聚會，都係可以幫你揾到真摯嘅愛嘅地方。換句話講，我哋要更新生命嘅優先次序，將上帝擺喺我哋人生目標之上。冇錯，有啲人嘅人生目標可能係賺大錢。聖經入面咁樣講：人若賺得全世界，賠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麼益處呢？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？如果你話我想賺好多錢，為咗可以幫助窮人，令世界變得更好，以咁樣嘅目標去賺錢都幾好嘅。冇錯，聖經入面話：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，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。你嘅金錢可以帶俾其他人極大嘅祝福。樂善好施嘅心將成為你賺錢嘅動力，咁樣係上帝所喜悅嘅。作為一個新移民，要想喺新加坡創業，談何容易啊！肯定裏面充滿住好多嘅艱辛同唔容易嘅地方。咁呢，我由一個人發展到有50個員工嘅規模。之後有一間顧問公司發展成為顧問集團，而且旗下仲有3間餐館。好多人都話：哇，你好順利，感覺你好幸運。但係只有我明白喺背後嘅道理喺邊度。我知道呢啲都係嚟自上帝嘅恩典。對我嚟講，基督徒唔單單係去教會，更重要嘅係平時嘅待人接物。譬如喺我哋公司度，與其話係一間公司，不如話係一個大家庭。就喺呢個融洽氣氛當中，我希望大家能夠了解，更加明白上帝嘅愛。所以如果每個員工有任何嘅困難，公司都會盡力去幫佢嘅。喺我嘅眼中，成功就係榮神益人。大家知道，商場如戰場，係咁喺社會上充斥住好多狼文化。所謂嘅狼就係代表兇狠、狡詐、不擇手段，而我哋所推崇嘅係羊文化。羊就係耶穌基督，而羊充滿住溫柔、良善、仁愛、和平。羊文化肯定會面臨好多嘅挑戰，譬如我哋嘅顧客通常係外國嘅顧客，佢哋有信息差異。係咁，如果我哋喺我哋嘅報價單上後面加個0，我哋可以輕鬆咁攞到豐厚嘅利潤。但係我哋遵從上帝嘅教導，為咗榮耀佢嘅名，我哋拒絕呢一啲誘惑。我哋要活出上帝嘅道理。我哋以仁愛去對待我哋客戶嘅時候，我哋嘅客戶就會更加了解我哋，將我哋當成朋友，亦願意明白我哋嘅信仰。有好多客跟埋我一齊返教會，亦借呢一啲機會去了解基督教嘅信仰，甚至有幾位喺教會度洗禮，亦喺教會得到栽培。開餐啦！開餐啦！我知道上帝要喺職場上使用我，佢俾我呢一個恩典，能夠通過我去影響其他人嘅生命。我亦知道我嘅生意順利係因為我先尋求神嘅國。
因為佢祝福我先，所以我今日所擁有嘅一切，係因為我有一位誠實、公義同仁愛嘅上帝。當然，上帝唔係要我哋放棄一切。無論我哋做乜嘢工作，當我哋有奉獻俾上帝嘅心志，我哋都可以發揮影響力，將愛帶俾人。我哋嘅改變未必喺一夜之間發生，改變係需要時間嘅。記住喺我哋裏面嘅聖靈，就係我哋嘅幫助，係我哋一生嘅同伴。點樣嘅人生先叫精彩啊？呢個答案，我覺得呢個問題會令好多人都好煩惱啊！我覺得幫助人，送人玫瑰手都留有香味啦，咁先至有精彩嘅人生。去做自己想做嘅事，去食自己想食嘅嘢，就係咁。一家人開心快樂、平平安安，就係比較精彩嘅人生。從冇到有，咁就叫精彩。生活得開心就好好啦。我認為只要你覺得自己嘅人生精彩，咁就係最精彩嘅人生。能夠喺呢個世界上留低自己存在過嘅痕跡，呢種人生先至夠精彩啩。我覺得冇遺憾嘅人生就係精彩。我覺得所有嘅事情都有遺憾，任何嘅人生都係咁樣。就算幾精彩嘅人生，都肯定會有遺憾。以前覺得係經濟條件好嘅話，即係好有錢就會精彩，但後來發現好有錢唔一定開心，所以我覺得都係做翻自己中意做嘅嘢。對過去唔遺憾，對而家好滿足，對未來亦好有憧憬。我覺得不斷追逐自己嘅目標，唔係一個非常精彩嘅人生。呢個答案應該係嚟自更高嘅力量啩。聖奧古斯丁曾經咁寫：服侍上帝是無比自由的事情。佢亦係我嘅體會。我越係服侍上帝，就越感到自由。其實上帝嘅計劃係要將我哋塑造成偉大嘅人，所以我哋會面對挑戰。藉住面對呢啲挑戰，我哋會逐漸咁拋棄生命裏面嘅垃圾，亦會將上帝擺喺我哋入面嘅潛力發揮出嚟。有時要抌走生命裏面嘅垃圾並唔容易，因為我哋已經習慣佢、依賴佢。要抌走就要付出代價，但係任何有價值嘅嘢都值得付出代價。仲有一個要付嘅代價，就係喺呢個越嚟越敵視上帝嘅世界入面，勇敢舉起你信仰嘅旗幟。我哋有時候會覺得信仰係好個人嘅事，所以相信咗耶穌都想唔俾人知，擔心會俾人取笑。呢個就係我哋要付出嘅代價。相信耶穌係一件美好嘅事，點解唔同人分享呢？我哋領受咗耶穌嘅愛就要傳講，唔好隱瞞自己嘅信仰。上帝已經差派耶穌為你犧牲咗生命。佢偉大嘅愛配得我哋咁樣做，我哋可以咁樣回應佢嘅愛。主啊，我將一切獻俾你，我喺所有嘅事上都信靠你。我要將我嘅身體當作活祭獻上。當你將自己獻俾上帝嘅時候，你就會更加明白上帝嘅旨意原來係幾咁美善、純全，又令人喜悅。魔鬼撒旦唔中意你咁樣做，所以佢會用謊言嚟欺騙你，話你知如果你將生命獻俾上帝，就徹底玩完啦。佢嘅目的就係要毀咗你嘅人生，千祈唔好相信佢。上帝嘅計劃係完美嘅，將自己獻俾佢，唔單止唔會摧毀我哋嘅人生，反而令我哋擁有新生命嘅美好，體驗新生命嘅豐盛，得着新生命嘅滿足。
活出新生命嘅價值。跟隨耶穌就啱噶。